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台湾的防疫正在做长期抗战的准备。不管是采检，或者是快筛，或者是药物，或者是疫苗，医界甲学界拢甲病毒拓开的速度在拼输赢。用尽全力来研发，嘛陆续传出着好消息。像中央医就破纪录，敢若用19天，都来完成抗体筛选。检测的时，就会当直接把新冠病毒给长出来，而且大大来节省着快筛检测的时间，为4点钟缩短到15分钟。另外，国家卫生研究院甲生技中心嘛陆续合成有治疗尖力的药物。这阵对抗疫情的国家队，互世界赞叹，嘛为台湾的防疫注入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做咱上届坚强的后盾。甲平常时同款，仪器继续咧运转。这是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伫实验室世界里面过程一直重复验证。虽然看起来真无聊，不过就是这份迷之的精神，创造出世界奇迹。这3张试纸就是画3个不同的抗原，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测试的新冠肺炎病毒的 N protein， 这个是我们出实验室的版本，最后我们希望是做成这样的版本，就会像你们外面看到那种验孕卡夹。台湾中研院拼出全球第一，成功合成会使分辨新冠病毒蛋白质的单株抗体群。未来做成快筛试剂，就会使予严重特殊传染性的肺炎，也就是俗称的武汉肺炎。采检时间为4点钟，缩短到只要15到20分钟，第一时间阻挡疫情。我们会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经过抗体开发的时候，要经过一个动物免疫过程，我们不需要用这个传统的过程，而是完全是以这个大肠杆菌的系统来操作的，所以速度很快，成本很低。虽然爱国临床试验才会使量产，不过已经是快筛试剂研究的大进展。带团队研究员是63岁杨安水，2月初出席中研院抗疫新药记者会，当时伊是坐伫上边啊，这摆换伊的团队做主工。请大家起立好吗？这是我们实验室的团队所有成员，所有的工作其实都是由他们完成的。3月7号快筛试剂记者会，杨安水专工介绍研究团队接受大家报声，伊用几10年累积的知识甲技术，无眠无日咧做实验，换来突破全球的大成果。如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每天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都是要兢兢业业去解决问题，一步一步的走来。我们的团队能够做到世界上还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过年假之后到现在都没有回过家，对啊，没有回家，很久没看到爸妈了。对，一开始没有让我妈知道我接这个任务，所以就发现就最近没有联络她，怕她担心的。真受厝挡袂牢，细心流目屎，想要成功，就要忍受艰苦。足足19天，逐天拢做10外点钟。中研院团队11个人，停下手边本来咧进行的非洲地这快筛试剂研究，全力咧进行武汉肺炎快筛实验中。台湾的科学界精英，这份坚毅打拼的精神，伫真的实验室拢有。这里是南港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许多研发单位都集结在这里，也是这次武汉肺炎药剂合成的重要基地之一。像是国卫院的药物化学价值创新研发中心就成功合成了潜力药物瑞德西韦。进入实验室，从实验一开始伫内面做研究，8岁王文杰博士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生技甲药物研究所的研发经理，这摆带并进敢若32岁团队，完成潜力药物瑞德西韦攻克级的合成任务。我
我给跟团队说，其实它真的就是一个安民心的动作，然后做出来没有比较厉害，但是至少让台湾的人民可以知道说，如果这个未来这个药真的很有效果，我们在台湾是有能力可以做自行生产的。那其实我们当初合成队的烯微，你现在看到就是目前我们所有的药品的库存区都在这边。做成做的烯微药品色，难得伫镜头前公开，这化学原料要得来无简单。故意我都准备抢救弹药，拍赢这场药物的合成战。我过是超一个部署甲团队的执行任务。这个有些是海运品，它取得可能要3到6个月。所以还好你们本来就都有。我们其实是因为抢货。有抢？有抢。我们在2月2号就启动了嘛，要不然理论上可能有些像我简单讲，像这一瓶好了，这一瓶它现在台湾是没有货的。目前这个疫情不仅是影响到这个原物料的供应甚至连原物料的强买都呈现出来，所以有一些起始物，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跟他讲，不管买得到买不到，都要自己做因为就算买得到，量也很少，所以我们从起始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有能力合成。只是说为什么会跑出来？不知道啊，因为我之前没有，可是没有道理现在跑出这么大，而且这个跟那个对不起来，这个不是哪一组 pick。阮采访这一天，研究团队本来进度分析出状况，好怕皮捌停落来，也过无偌久，博士就开始重新振作试验。这其实是研究人员的日常，一日经验失败，也过永远袂妥协。其实各位因的瑞德烯微药物合成任务一开始是由2个团队，总共8位组成，台湾土博士加研究员组成。后克级成功了后，才分做台北甲竹南实验室，分头进行，继续一场每日拢无休困的苦战。我觉得也很骄傲的了虽然我自己是国外训练的博士可是我觉得我们国内训练的博士也很专业度也很强，然后也很愿意投入，甚至好几天晚上都没睡觉，常常那个成品出来都是凌晨的时间。2月20就这个编号，这是清晨6:03吗？6:03分，你看到这个就是那个瑞德烯微，那天是97。更纯的话，在2月24的这一天，这2个批次，然后这个也是凌晨3点55分做的测试。每一笔的记录拢是研究人员辛苦的见证。第一阶段好克级合成了后，团队脚步并无停止，敢若用5天就提升1000杯山林到公克级的合成。这段期间，王文杰有几天困伫办公室，甲时间的比赛，甚至险错过因宝贝后生的生日。2月13号是我二宝的生日嘛。然后我就骑狗肉，然后就回我们家，然后唱完生日快乐歌之后，然后就洗完澡，就说爸爸要去加班了，我就离开了。2月24号，我们其实已经完成课级，是在2月24号早上我就已经在家里睡觉了。然后因为当天就是要送大宝去幼儿园，然后他起床就跟我讲了那一段话，就觉得好心酸哦。是啊，爸爸工作快结束了。那我很久的没有见到你。他们都会跟他们客人讲就是说那个东西我们家孩子也有做这样子，对，骄傲。会，对，觉得说自己念的科系就是真的有能派上用场，然后能够帮助到这个社会。那我们往回推的话，它可能大部分的专利的制成都是直接出自西恩代弗罗。学术界、科学界多方面进行合成药物研究疫苗，灾难发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嘛无缺席，差不多伫同一个时间成功合成另外一个潜力药物法维拉韦。做出来以后，我们就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有原料药厂跟制剂厂都有跟我们联络，他们都说赚钱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就是希望可以。参与这个国家队，然后共同发挥他们有的这个力量。法维拉韦伫中国甲日本已经上市，主要是用伫新型 A 型流感，目前竟是用来治疗武汉肺炎重症患者。生技中心的团队短4天就完成研制，目标伫上短时间内技术移转交予国内药厂，上近半年后就会使上市。本来我们一开始的规划是说，
假设是在今年的冬天疫情再度爆发的时候的第2波，但是现在的时候有可能把时间都压缩到在第1波的时候就可能可以使用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起来，很多事情是可以被解决或者是加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展现出来，就是我们国家在接到任务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会动起来，然后就是将我们所学、将我们过去所会的跟累积下来的那些经验，我们就是全心投入，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相关的药物给做出来。sample 来了。药物合成成功，除了无面无体的实验，在外科回测人员经过精密的仪器最后的确认，嘛互因变成徛伫研究人员后壁的无名英雄，共享成败这个事情。因为分析就是合成的眼睛，如果我们不在了，他们就是瞎子摸象，我才会自愿想留下来，那看能不能贡献一些分析的长才。因为这一路上来，其实分析的角色都是支援。都是后期，不容易被人家看见的。我也很谢谢合成他们这次给我们的机会，愿意相信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带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为政府到民间，为学术单位到科学界，各方合作的抗疫国家队，为台湾防疫注入强心针，成做上坚强的后勤团队。感谢每一位实验室内面的英雄。因为我都忍受孤单，创造成就，替台湾骄傲。